吼，七个迄个嘅幸运术士，古上来上讲下七号好，好，挨冇。还有啦，还有咧，因为种演你按的艺术工作者啦，平常时间就想要教文强啦，教文强就会吼。万人皆醉或独醒，古上来下班过后，还就动好启动下屋下嘅崇文顺风，啊，因为我带到嘅太马路顺风啊，对面的渡后有一家热炒店，下回就会食嘅卤肉饭，当然呢就会啲嘅豆味嘅生乜酒啦，说到按你跳那兴起，冇很啊，冲果的啊，动快乐，动欢喜啊，啊就动好启动嘅豆味嘅看太噶，唉。汉菜糕呐，全世界就爱只有西子。对，他其实拿这个师傅的大菜拿开来，下掉掠掉人的命，等下来看。唔错，我就想讲，哎，有水嘞呐，汉欧巴呐，俺用要像公主一样用诶。你不太懵诶。不是，俺懂中医古时，俺平常时懂少有古时。你在咩吃蒙饮做牌啦？啲啲生意咩聽到怪怪。我係有問題嘅氣氛，意思唔係唔氣氛嘅長途，係唔係故事嘅長途。係啊，工作其實基本數細性廣度。哦，繼續下。跟你見過係呢個兩份冇故事。呀，就係俺都景鋪地都嘅故事感。那不是太搞到 Q 版。不過在現場哈 ，V 也有麥誒，有字誒，佢當上嘅上述故事。唉，我啷講？我看下六款也係一隻箭頭往上 up 而已喎。二松係啊，二松就乜嘅？冇嚴格嘅係六款，有嚴格嘅係就會變10款嘅小貨。唔係，我啷講？我有陣時吼，我喺提早有轉播卡，我咩唔可以先去講嘅冇嘅，因為安親班有嘛。我想去講。佢深夜做到要變到6點，我絕對要6點半才去講。前夫咧按到張孫嘅房。我接到以後呢吼，我結結送佢去彈鋼琴，係我結結帶佢去上英文。跳舞，唔聽哦，也係有4年嘅時間哈，跟13年嘅時光係要用錢來買嘅。我說我懂享受，我懂珍惜我13年嘅時間。係，真嘅佢阿小鳳講係有人講，喺講有家庭啊，有咧，尤其是4年下一年過嘅時間嗬。真嘅，我用錢來買時間啊！你想去點錢冇機會哦。你阿叔做唔得半我有見阿爸爸等有錢，錢賺得多啊，做得唔有錢，錢都係嘅事情，全係小事情。也唔使病，我想攞佢送出國嘅。其實我有寫出5項啦，嗬，唔講想開刀啦，也去遊樂園教了啦，出國去教了啦，看棒球啦，看野球啦，嗬，也係講嘢乜嘅哦，跨年13年尾我知道當故事，不過一條事情有啲人係有做過，有啲人冇做過。嗱，先講一隻嗬，嗱，知道做乜？知道去遊樂園嗬，做唔得13年，佢知道當故事嘅原因，吃上款咧，太假吃上款咧，誒，比如講去做嘅元宵比茶咩，嗬，都係按你太假朋友一然係啊嘅時間，按你啊旁邊冇人，唔知冇人叫下老你啊，哎呀，你嘅所謂真係講嘅。各位係要加上去迪士尼啊，一個加去講環球影城，咩會帶乜嘅髮箍啦，電影下嘅衫啊，嗬，睇下兩姊妹翕相啊，將電影下，然後講13年，按你帶電髮箍啊，嗬，按你電影下翕相，充電呢，因為冇朋友好本票啊，你就13年按你電影下，你就冇朋友，你知道感激嘅時候，咩冇人好，跟住就1秒電影下來啊。好，各位記小好來講嗬，睇下都點解出國當多擺咩？佢做乜係咪寫講13年出國，係咪知道故事？係因為講，假使你係笨蛋，即係冇辦法接受13年成法來係教了，也係講好冇用去認識陪你互通嘅人，這種陌生人來互動的人，你做冇辦法13年，因為你做會知道出去就做當故事咩？因為冇辦法元素咁樣。係對我來講，我唔可以因為我係西粉人。西粉，大家有下面還西粉，但就是好像5分埔，他走，他住4分埔，還西粉，沒啦。我講我有西粉，故說我做得原來一系列故事，故說我將會接上出國去教了13年。最明嘅最鬼福卡蒙然啊，就彈唱咩我哋聽聽。我嚟講一福卡啦，可能阿 J 同阿妹出去上班啊，鬼福卡就蒙然，咩18故事，怎麼這麼憂愁啊？他是少年不識愁滋味。對呀，真嘅呢，對，誰思情，少年維特的煩惱，就你那種顏色，將會有按鈕要幹嘛？有陣時都阿峰八個樣顏色後，你就抵後，有一轉都不卡一仔，我妹冇朋友，哎呦，愛50歲，三夫50歲。多槍槍，那個北標，係冇？你這還不懂啦，真嘅哈。阿燕真來講一下，你知道13年之後那一條事情會知道真嘅當故事。
我做我下嘅真是喺同學里，咩係一般人想唔到嘅啦。其中有一項就係面對死亡，唔過一件事情唔係講自家嘅屍體咧，係講面對不可能離開一件事情。我有一擺感受到10分故事嘅時間，係我媽媽離開，嗰兩時我係啲咧讀書，當然阿妹離開，同學就會愛那人講啊，冇得腳啦，冇得悲傷啦。唔過按那個悲傷係愛人當然去理解嘅，冇辦法感受，係冇辦法當然去感受啊！啊好得咧，我媽媽吼又本來兩位阿姊，啊，N 3下強下嘅時節，就會來講到位阿妹嘅壞話啦，吼，講到位阿妹嘅唔好，就有啲一個地域感，啊，3上人就應叫又應笑。我就提到講，哦，原來按那個故事真是愛請到對嘅人，我說嗰兩時啲學教啊，冇人有辦法來去分享一條事情，來去理解我嘅時節，就會貼喺故事。有時因為面對那種尤其係生死嘅議題，尤其係不可能離開嘅事情，吃到有時候會需要一生人慢慢去分時間消化，因為這樣嘅事情。我跟老太太講，這個沒有辦法，你就一輩子。你喺講面對這樣的事情，你咩有方法啦？就你先這樣，安尼就冇面對。Hello，前戲係咪意思？前一秒鐘跟木色一樣，跌下來咧，下一秒鐘兩腳斷天咧。實在哦，因為從我有下到一個人到跨年啦，啊記得有一年啊，我當年跨年嘅時候就同我兒子傾下，啊有一年我因為做事無閒，冇辦法轉去皮件，啊一上年啲台北掛吊燈啊，我就想講我自己上年啲兒啦，同兩隻貓嘅安呢，應叫咗，我一年要高興咧，人就當故事。啊，幾好時你喺一上年嘛？我唔係我同朋友傾下，唔講我雖然同朋友傾下同快樂，唔講我就你想到眼耳子。我想到我兒仔就我就掛掉的，嗰種係啲11:59嘅時候，我就夾殺打電話本機，我就想只想啊再同佢傾下，4、3、2，喺打過去，結果我就講，哎呀，做乜你打過來啦？我今日對劇啦，真精彩，你吵到我咧。世界上最故事嘅事情，就係盲人做在理解人嘅故事。真嘅，失戀真嘅。我哋兩姊妹排隊做。嘅阿魯然知道那一條事情冇法度一上一做。啊，所以有動到冇法度一上一做，像係個慶祝情人節是澎湃嘅時間。非法可以上一做，就唔係慶祝啊。還有，去遊樂園中的一上人嘅遊樂園，還有中的一上人打嘅掉毛球，還有一上人嘅放開手啊。一上人打掉毛球，再多你個種嘅再打過來。而家講嘅係非法。還有一上人嘅兩人三腳啊，一上人騎嘅斜力車。還有請到一個點呢？對啊，魯豫你係穿做嘅健態嘛？一上吃到飽，點雙人套餐。一上年要做唔得大隊接力。還有一上年做唔得去 KTV 唱歌，佢會輸2上人嘅錢。真嘅。我做啲分享本太講嘅，當享受故事係因為乜嘅？係因為我做啲安順乜嘅事情，都做啲自家安順就好，唔是電影嘅同你討論係真嘅。還有嘅駕駛就像一上人出軌。你 check 到自家安順人嘅行程啊、交通啊、血壓，全部都自家來，還有嘅自家安順嘅我還自家記得帶嘅護照，還有人家記得帶貨咧，等下，點會捱一貨？等下，入嚟花木，飛花木啊，魯豫。自家做很多事情就有成就感，題目料就會給自己懂得正面跟能量，出軌要帶護照，很有成就感，重要嘅。冇人提醒你啊，冇人提醒你，自家要記得帶啊。講見每一次解上又記得失敗又做有成就感，大家當有成就感嘅基本嘅。係啦，講好係嘅。好啦，向上睇上講，要吧。